好多人問做護工點解一定要攞證書呢？其實咧喺香港作為一個護理員嘅話，或者喺國家做一啲養老機構嘅護理員，係必須要持證上崗嘅。因為我哋而家嘅社會進步咗好多啦，老人服務其實咧係好複雜，同埋咧好需要專業嘅判斷嘅。例如老人家嘅藥物啦，幾時食，食幾多，同埋點樣食，都係一個項目嚟嘅，需要去學習。而且點樣去扶好一個老人家，令到個老人家安全，唔會跌倒。而個護工自己本身都唔受傷咧，係可以保證你喺一個行業裏面行得更加持久嘅關鍵。我哋而家需要一個護工，需要更加額外多嘅知識，例如個老人家俾唔俾建議佢會唔會想食一啲嘅保健品啦，例如啲益生菌啊之類嘅保健品，佢究竟需唔需要呢？如果一個專業嘅護工可以俾到一啲嘅意見老人家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個長者同埋佢嘅家人更加安心啦。所以擁有一張好專業嘅上門護理證書係對一個護工嚟講非常之重要嘅。